古人將中草藥分為上品藥、中品藥、下品藥。上品藥就係既能治病，亦都能夠用於保健。近年嚟，以中草藥為原料嘅保健品大行其道，國外相繼研究開發出一批劑型先進、療效明顯嘅天然藥物產品，市場份額比作為中醫藥發源地嘅中國還要大。綠色養生嘅概念，促使越嚟越多嘅中草藥成為保健品新星。有一種非常有生長傳奇嘅植物，就係其中之一啦。嗱，有啲人咧就可以有好多嘅銜頭嘅喎，咁有啲植物咧都一樣嘅喎。咁有一種叫沙棘嘅植物啦，咁啊除咗有呢個油料黃金嘅美譽之外咧，咁仲有呢個人參第二啊、神果奇樹啊、第三代水果啊呢啲咁好聽嘅名，咁而且咧仲係太空人咧日常保健嘅食品嚟嘅。哇，究竟佢點解咁犀利㗎？佢生成咩樣咧？沙棘係一種極其耐寒兼耐熱嘅植物，可以響零下45至50度、相差近80度嘅溫度之間生長。沙棘廣泛分布響中國西北地方，生長最多嘅地方要數山西，因為沙棘耐旱而耐寒。最初被用作保持水土、改良土質，後嚟山西人發現沙棘果異常咁好味，因此親切咁叫佢做酸溜溜啦。我哋喺山上面採藥嘅時候咧，經常都會見到啲好鮮豔嘅花朵啊，同埋一啲好靚嘅果子喎。不過醫生咧都會叫我哋咧唔好攞嚟聞啊，同埋食啊，咁啊驚佢有毒喎。咁但係我身邊咧呢一棵黃色果子，嗱呢啲咧果子就係食得㗎喎。等我試下先。哇，有好多荊棘保護緊佢嘅。甜甜地嘅喎，唔酸嘅喎，啲咁多酸味啦，好食好食。公元前12世紀嘅古希臘時代，由於連年征戰，殘兵病馬無數，將士們響遠征之中不得不遺棄嗰啲病弱嘅戰馬。點知道呢啲病馬非但冇死，反而奇蹟般地恢復咗健康，變得膘肥體壯，皮毛都閃閃發光。將士們暗自追蹤呢啲馬，先至發現原來佢哋係食咗叢林之中一種果。於是呢種神奇嘅植物更被古希臘人叫做使馬閃閃發光嘅樹。呢一種被古希臘人當作驚奇大發現嘅物種，其實早響地球上存在咗幾億年。至今沙棘亦都係藏族、維吾爾族、蒙古族等眾多少數民族嘅常用藥材。陳醫生啊，呢個沙棘咧真係酸酸甜甜，非常之好味啊！嗬，係啦，咁沙棘嘅功效咧係止咳祛痰、消滯、活血散瘀嘅。可以醫啲咩病咧？咁樣用於對於呢個咳嗽、痰多啊、消化不良啊、肚痛啊、外傷引起瘀青啊、紅腫都好有功效嘅。關於沙棘嘅傳說有好多，但係呢啲傳說都有共同點，就係都曾經響戰爭之中立過顯赫嘅功勞。當年成吉思汗橫掃歐亞大陸，據說就同將沙棘有關。據說後來元朝嘅御醫亦都用沙棘為蒙古皇帝調製出強身治病嘅蒙藥。元世祖忽必烈到咗80幾歲，仲能夠騎馬射箭，都同服用咗沙棘有關嘅。 50幾年前啊，咁解放軍咧就係進軍西藏啦。咁嚴重嘅高原反應啊，同埋呢個維生素嘅缺乏咧，就威脅住咧幾十萬嘅呢個進藏大軍。咁喺咁危急嘅時候咧，藏族嘅嚮導咧就摘嚟一種桔黃色，咁藏物就叫做達日布嗰啲野果，就俾患病嘅戰士咧就食咯。哇！果然食咗之後咧，呢啲症狀咧好快咧就得到緩解啦。咁原來咧呢個達日布咧就即係沙棘啦。因為沙棘咧含有豐富嘅維生素 C 同埋多種嘅氨基酸，能夠提供人體嘅多種嘅微量元素，同埋能夠抗疲勞同埋提高人體活力嘅功效。係啦，咁我哋都市人咧成日覺得周身疲倦啊，我覺得呢個都可能有啲幫助啦，會唔會咧？咁我諗多飲沙棘嘅飲品咧，可以起到呢個輔助作用嘅。咁啊，中醫嚟講咧，正正能夠起到呢個預防嘅作用咧，都係通過中藥嘅調理啊，加強原毒運動啊，呢個注意飲食啊，同埋呢個精神嘅調護達到目的嘅。
現代醫學證實，沙棘果具有藥理同埋保健功效，經已涉及到心腦血管系統、消化系統、各類外傷、炎症、抗癌等等各方面。各種沙棘製品都可以作為維生素補充劑。當年王昭君遠嫁大漠，雖然當地氣候條件十分惡劣，但係佢嘅美麗容顏一啲都冇受到影響。據考證，佢嘅丈夫經常令人採集好多沙棘俾昭君服用，並且用果汁擦面洗手，因此昭君嘅美麗容顏一直長久不衰。前蘇聯係生產沙棘最豐富嘅國家之一，該國科學家對沙棘進行研究，發現佢果實能夠顯著提高人體嘅免疫機能，亦都因為咁，前蘇聯將沙棘收入咗國家藥典。後嚟都將佢製成咗宇航食品。1981年，前蘇聯宇航員費拉、基米爾等人曾經由太空向地面報告，飲用沙棘製劑之後，極大減輕咗佢哋喺失重條件之下嘅反應。因此，前蘇聯用沙棘作為航空、航海、潛水同埋登山作業人員嘅飲品同埋營養食品。白師傅，你們當地人怎麼吃這個果子啊？小的時候吧，我們還經常就是把它集中起來，然後呢就是用木板兒把那個汁兒把它榨出來，然後加點糖，反而覺得挺可口的。對於不更事嘅小孩，沙棘係可口嘅美食；對於當地嘅藥農，沙棘成為咗生活嘅經濟來源。而對於要應付太空環境嘅宇航員，佢就係靈丹妙藥。所謂價值，只係相對於使用佢嘅人嚟講，大自然生物不計其數，佢哋獨特嘅存在價值，將會喺探索之中不斷被發掘。